没感觉？没感觉。没感觉。微痛。难过扩张。感觉里面的蠕动，一蠕动动起来，那个沙子就下去了。没有汗，给岔开。在呢個2012幾年就已經係3-4年啦。在今年上兩個月呢，突然間呢，我膽囊炎又兼為膽結石，連埋個膽管都有咗。佢最後呢，膽結石咧，不論個人邊度哪某個部分結石咧，佢痛得好犀利嘅，痛真係好犀利嘅。打車叫佢就到人民醫院嗰度，到人民醫院嗰度去檢查，就去照咗佢啊彩燒啊、磁共振啊，咁確定呢我個膽咧有個石甩咗落嗰個膽管嗰度。嗰啲主任醫師咧，佢就同我講：你呢個咧最好我同你咧做手術，把個膽都割掉，連埋個管都割掉。